朋友們，想唔想投入一場川西花海嘅視覺盛宴？同我哋一齊展開呢趟趣味假期川西花海盛宴之旅，感受高原雪山與花海交融嘅震撼。第一日，香港直飛成都，落機即入住天府空港悅享酒店，5星標準設施，配合零轉機勞頓，即刻為旅程叉足電。第二日，居民特別安排坐上懷舊蒸汽火車同當當車，漫遊嘉陽萬畝油菜花田，金色波浪隨風起伏，好似大地鍍咗層流動黃金。夜宿山華泰溫德姆酒店啦，坐擁雲霧山景嘅奢華休憩空間。第三日，深入川西秘境木格措，高原湖泊與雪山溫泉共譜仙境。居民特別安排藥池廢泉，邊浸溫泉腳邊食流心溫泉蛋，頂流由腳底漫上心頭，真正嘆世界。第四日啦，八峰草原遠眺聖傑瓦拉雪山，再闖墨石公園，伸縮灰黑石林，仿如踏足2星戰場。第五日咧，東擊東川百里梨花盛宴，春風拂過千樹萬樹飄落嘅花瓣雨，靚到令人窒息。漫步夾居藏寨，彩繪長柳藏喺梨花林間，構成民族與自然嘅絕美對話。第六日暢遊四姑娘山雙橋溝，搭景區車漫遊，將雪山、牧場、森林3大極致景觀一次收藏。第七日晨早衝刺貓鼻梁觀景台，對近距離直擊四姑娘山連峰壯闊真容。漫遊到江巖文化村啊，行盡川西田園花徑、梅花海棠、爭妍鬥艷，晚餐壓軸成都紅頂艷火鍋，睇住震撼表演，山麻辣鮮香味覺視覺雙重暴擊。夜宿成都天府皇冠假日酒店，等住春日花香入睡，完美收官，第日返港。退明假期川西花海盛宴之旅，只此一團，2026年3月12號出發，快啲同我哋一齊收藏川西最燦爛嘅春日記憶啦！